说，我很感谢市政府帮了很大的一个忙。像这些东西，有些东西它当初就是能够保留的，没有安全顾虑的，他就把它保留下来。那如果说有安全顾虑，他们就加强。你在看里面的很多文物都是我们提供的，你进去你就会看到，我们提供很多文物在那边，其实还有。我们希望说，创造不止3赢的，是多赢的。你是台南市政府赢，然后那个二空居民也赢，那我们也赢，那所有的全国百姓都会来。继水沼社园区之后，这个二空新村园区是我们台南第2个以眷村文化为主题的文化园区。二空其实是一个在这种眷村的文化，乃至于是饮食文化、军事文化上面都相当显著且特别的地方。首先呢，非常重要是我们复刻了当时的这一个二空眷村的生活的空间，我们希望让观者能够感受到当时的这个生活的情境，当时的情怀，我们可以感受到当时的人情味。这一次展览所有的物品跟家具，大部分都来自于原本的二空眷村，所以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些电视柜啊、照片啊，都是当时的二空眷村所遗留下来的物品。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前进二空新村迎向未来。我记得在2年前的时候，我们来动土，那现在终于能够让许多满满眷村回忆的朋友，还有许多市民朋友们，甚至外地来的游客，都能了解到台南二空的过去一段历史。过去长久以来，常常眷村改建就是把旧眷村推倒，然后这个新大楼盖起来。但是许多过去遗留在眷村的文化，就因为眷村的荒废而流散了。我们很希望，借着这个眷村改建，我们的眷村文化馆的成立，能够好好把眷村除了硬体的维护建筑的维护之外，它的软体以及它的文化，甚至包括它的美食，都能够留存下来，那能够让很多好朋友，不仅是眷村能够勾起满满的回忆，眷村的朋友，那外地的朋友也能够这个了解那一段大时代历史中的一段故事。感谢我们中央文化部，也谢谢我们议会能够通过这个相关的这个垫付款项，那能够让这个文化保存的工作能够共同尽一份心力。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8月20号礼拜2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为了改善三亚溪水质，台南市政府向中央争取经费，办理三亚溪上游排水闸流、甲好尾寮水资源回收中心扩建工程，总经费7.8亿，由环境部补助7成。伫110年11月开工，今年5月竣工。上午进行启用仪式，希望透过三亚溪水质的改善，提升市民的生活环境品质。三亚溪是台南重要的区域排水，因为位伫人口较密的所在，加上周边工厂阁真济，造成多年来水质严重的污染。其中以着三亚溪的顶游、望寮桥的河段污染上界严重，因此市府水利局对民国108年争取中央的补助经费，透过三亚溪望寮桥的顶游污水的闸流，到好尾寮水资源中心的处理，大大改善三亚溪的污染状况。为了这个工程来看，总经费是7.8亿，那环境部这边大概补助在5.5亿。那很重要的呢，就是三爷公溪呢，它是2人溪的一个支流。那这个支流如果能够改善的话，我想对2人溪的水质呢会有很大的帮助。尤其这个地区呢，有很多的燃灯厂、电镀厂，那这些呢，如果能够把它收集进来处理呢，对整个河川水质还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也希望说，这样的今天的完工呢，那能够让三爷公溪的望寮桥以下的3个侧站
都能从严重污染变成中度的污染。我们非常高兴，我们跟环境部合作，尤其环境部非常帮忙，对于我们东区的三叶溪上游的节流，还有这个水资源回收中心，能够挹注大笔经费，让我们可以把三叶溪的上游开始，一方面能够节流，一方面能够让水质更净化，那可以让台南市的河川，这改善水质改善更进一大步。本来是重度污染，变成中度污染。那未来呢？我们希望说，再一步一步的改善，能够这个成为轻度污染，甚至于成为一个完全干净的河川。透过污水的查流，和可尾料水资源回收中心每天处理的量对12000吨提升到27000吨。对有处理过甲无处理过废水比较，污染的程度已经对严重的污染度降为中度污染以下。而且未来水利局嘛将规划10000吨的放流水回送到顶游的望寮桥的河端，为三叶溪来注入较清气的水源。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成功大学智慧半导体学院为今年开始开办半导体各界管理甲研发设施在职专班，特别甲远见天下文化出版公司合作，8月20号签署合作备忘录。日后双方将发挥各自的优势，做伙培育台湾 AI 科技甲半导体管理领导人才。培育半导体以及 AI 科技高阶站管理人才，国立成功大学甲远见天下领导影响力学院20日伫新台未来馆签署半导体高阶管理人才培训合作备忘录，透过结合双方优势，培育出赶济半导体产业高阶管理人才，持续台湾半导体以及 AI 产业伫世界上的领先地位。安台设计2023年，我们大概在21.3%，全球第2位，仅次于美国。那在半导体制造，在有关代工方面，我们占78%，是全球第1位。那在封装还有测试部分，我们也占了大概52.63%左右，也是全球第1。所以，如果让我们这个半导体产业继续往上提升，技术向上提升，在全球占有领先地位。半导体未来发展的过程当中，为台湾真的能够培养出一些非常具有国际视野，刚刚朱老一直提到的国际视野这件事情，还有真的能够跨文化管理，真的能够带领台湾的半导体走出去的一些人。所以我们很希望是透过这次的合作以后，那未来的2年、未来3年、未来4年更持续的合作，然后创造这样的一个价值。那我们相信所有的学员在参与这次的学程当中，他可以很快速的能够学习到这些累积多年的这些 CEO 们的一些管理经验，然后领导的智慧。今天半导体学院跟这个远见能够合作，跟领导力学院能够来合作，这个进行半导体高阶人才培训的合作签约，事实上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前方的镜头用灿烂的微笑来2、3。苏延坤院长表示，半导体产业持续蓬勃发展，将带动大量人才需求，而且台湾位伫咧地缘政治顶面，带动整体生态产业改变。这次甲远见领导影响力学院共同开办高阶人才培训课程，课程内容将注重伫咧半导体、AI、管理领导力等3大核心。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请袂到药师是目前全台病院面临的困境，尤其是疫情过后，药师的流动率已经有20%。各大病院拢想尽办法招募人才，找解套的方法。新台病院得开将近2亿，引进人工智慧的设备来提升药师的能力。基美病院则是把薪水调悬到75000，将药师留伫病院。药师伫小小的空间内面，无用着配药啊、调剂，拢非常细腻。不过受到疫情影响，每一间病院拢拄着药师请无人的状况。病院爱轮班嘛，吼，咱有小夜，咱有大夜，咱有急诊。药师的调剂工作量会明显的跟其他的职类，譬如说像社区的局啊，还是一般的诊所的，以这工作的量，这个负荷会比较大。高矮工作环境，加上连锁药局、诊所抢人才，基美病院甲5-6万的薪水，
起到750，另外新台北医虽然只有6万，也毋过3年前陆续引进 AI 自动化设备，会当自动分配药啊，降低药师的工作负担。这些设备可以 cover 我们1/4的工作量。药师有没有少？其实我们只是重新分配药师应该要做的事情。去思考说，你们整个的医院里面的一个药师的一个管理制度啦，环境啊、职业啊、职业场所啦，对，或是最主要是薪水啊。药师当然现在很抢手，他当然会比来比去的。台南市药师公会呼吁病医要重新检视工作环境，同时嘉南药理大学药理学院院长认为，健保制度嘛要改善。药师的一个给付都是靠你调剂一张处方签，那你有多少钱？这不对，他有很多专业的地方，比如说他有专业性的判断，那他还有咨询费用等等。根据统计，全台药师3万多人。治病医服务的只有8000多人，其中台南市药师职业登记大约3000人。不过病医配置算咧，其实无欠药师，只是还阁要为各方面重新检讨，把人才留在病医。台南新闻所在采访报道。基美病医今年8月初首次举办专门为企业的员工设计健康生活形态体验营。由预防医学科甲职业医学科共同规划设计，提供专业医学团队的指导，佮引进 AI 风险预测以及智慧的科技，教导学员有更加健康的生活形式。基美病医对去年开始推行员工的健康促进、倒立生活形态的医学，包括健康的饮食、良好的睡眠、身体活动、压力的管理。避免危害物质，加建立正向的社会连接等。今年更加推广到企业，甲企业来合办健康生活体验营，不但是一种的创举，而且嘛希望学员体验以后，会用将好的生活习惯融入于正常的生活当中。这个是一个创举了哈，我们在国内过去。由政府卫福部在推，国民健康署在推所谓的代谢症候群新陈代谢症候群健康促进。各位可以看得到，其实我们都是单向的。好，那在国外呢，就是把它融到那个生活里面去，让自己去亲身的体验，自己做一下。然后呢，有真正的专家在你旁边来帮忙，像是营养师、运动治疗师这一些或者是心理师还有医师一起来帮忙。这个是一个创举，我想这是一个我们把它打包这个打包式的这个方式。它是以生活形态医学的6大支柱为主，所以前面的部分会先跟大家介绍生活形态医学，还有怎么运用生活形态医学的量表。然后后面接下来是一个睡眠的课程因为我们发现在职场中压力跟睡眠的状况其实是最大的问题所以我们有加入了睡眠的一个专题的演讲。那接下来就是实作的部分，所以我们营养师就会开始跟大家介绍什么样的东西叫做健康饮食。那我们透过自己得到的一个餐盘，然后现场用自助餐的方式，那营养师也会跟现场的学员来做讨论，怎么样来挑选自己适合的饮食。那接下来稍作休息之后，就是下午2堂重要的活动课程。那1堂呢是身体活动，也就是我们的运动课程，所以会有我们的复健师及我们的运动教练来带领。另外，我们请到2位心理师来带领大家做压力的放松，还有睡眠环境要怎么样做调整，另外怎么样做好的正向社会连结。基美病院针对这场的健康促进，打造全新的活动，并且以医学上密集式的治疗生活形态来改变计划的危险性，同时也可用结合 AI 的风险评估，协助个人化的健康管理。赖总统888的政策就是80%的3高个案必须要做到管理，另外还要做好生活习惯的咨商。那我们里面就提供了生活形态的量表来去做评核。那这样子的量表可以知道他自己目前的生活习惯是在哪一个程度那接下来就会给予相关的建议。另外，我们透过台湾国产的产品大数据的分析，就可以知道你目前在哪一些疾病是有比较高的风险。那在这样的数据下面，我们就可以让个案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生活习惯在哪一个样态，那接下来怎么做调整。虽然健康生活体验营只浓缩在1天的时间举办，不过参加过的企业员工对着体验营拢表示高度的肯定。医师表示，
体验名只是一个开始。你参加活动所使用的健康餐盘、弹力带、甲瑜伽垫等，嘛将提供学员继续来使用，希望会用落实伫个正常的生活当中。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中央新闻在基隆，中嘉新闻在台北，中嘉新闻在新北，中嘉新闻在桃园，中嘉新闻在台南，中嘉新闻在高雄，忠实呈现最佳新闻。每周六下午1点，请锁定高雄都会台中嘉新闻周报，带给您最在地的观点，最有人情味的报道。台湾好新闻就在中嘉新闻周报。配合台南市吧台南市立博物馆推出田运糖路特展，介绍台湾100年的糖业历史。同时举办日本糖仔体验工作坊，带领民众了解糖伫过去是安怎影响台南人的日常生活。糖产业在台湾的发展历史悠久，可追溯至17世纪荷兰时期。通过东印度公司贸易网络，让台南、荷兰、印尼、日本等地产生了特殊的联系。透过这个小型的展览，也除了17世纪的糖，然后也谈后来清代怎么进一步制糖，后来日本时期的所谓的新式糖厂的出现。那来谈这个过程当中，这些糖在台南怎么样的逐渐发展。台南市立博物馆响应台南400，特别策划这场甜蜜蜜的展览，包括印尼糖业发展史的介绍，以及台湾本地糖业历史文物。另外还首度公开1903年甘蔗栽培地略图以及砂糖输出图表，和台南第一糖商王雪龙的完整史料。那其实在这400年之中，陪伴的发展最重要就是制糖，因为荷兰人来这里开始来种糖，开始以糖为外贸品啊，所以呢这个从印尼巴达维亚到台湾的糖路，包括到日本去的这个糖的生产的应用，我们在这个展览介绍了这样的一个历史关系。日治时期的糖业改革让台湾在世界糖业市场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展中更有于海外首次展出的日本松浦史料馆百果图卷轴以及甜品展示，同时办理一场和果子手作体验。我们一直以为就是台南就是糖的一个城市嘛，那其实它是有一个背景存在。来认识一下台南的历史。是200年前，荷兰人从那个随着贸易船进来的那个甘蔗种子，就融合他们传统的果子文化，新开发的一种糖的制作方式。展览聚焦台南本地糖业发展史和传统甜品文化，融合历史文化和美食，带领民众探索全糖城市。记者说怀台南报道。由教育部青年发展署指导，准益基金会、台南青年志工中心、永康社区大学、赤坎社区、玉芳社区等单位合作举办的红博保饮站守护家园保理财活动，带领社区的长辈前往胜利电台、录制广播剧来宣传防治家庭暴力的观念。麦克风不要太靠近，它在铺麦，咱就是一个拳头，然后就是嘴爱对这个麦克风。第三，讲话要有感情。经过广播主持人苏芳韵老师的指导，社区长辈细细揣摩声音表情要领，不断蕊稿后，准备进入正式录制环节。1开始。你昨昏为什么无回我的信息？这个啦，昨昏上无闲买吉吉啦。我感觉真好啊，真好耍。真好耍。嘿啊。这是第一届参加。第一届进录音室录音嘛。嘿，对。因为薄冰唔捌录音这啊皮皮喘，啊话讲了天头。迄一届两届还阁无法度的啦。整个70几岁啊吼，哦，参加这个节目很好哎，真的哈，好啊，讲什么这个？
趣味，要互阮老人有工课通做。也免当入去录音室啊，录音安尼啦。较袂有人通讲较袂失智。防暴播音站守护家园报你知活动，除了让长辈透过录制广播剧更了解家庭暴力防治的观念，同时肩负着协助宣传的功能，也增加了长辈出门走走的机会，健康身心。也是感谢森林之声他们有准备那个小小的伴手礼，然后还有广播体验给长辈能够有不一样的经验，这样那也是很谢谢大家一起来参加，这样也让社区的长辈有能够走出社区去认识其他平常不会接触到的事情，这样。对。那他们这些长辈的一些反应大概是怎么样？说知道今天要来电台录节目这样。好，就是我们有安排游览车，也是大家的比较让大家有出游的感觉，也是大家蛮期待的。他们都会有自己自备那些小点心，真的很像要远足一样。是因为我当作演职啊，嘿啦，嘿啊，小朋友，阮家老公啊，小朋友啊，玩足安尼啊。真欢喜啊！系啦，真欢喜啊，拢困袂天光啊。谢谢。这一次是邀请那个长辈一起来胜利电台，然后当防暴的主播员，然后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然后跟他们在练习这个稿子的途中，可以去了解到家庭暴力可以怎么求助，然后或者是发生的当下，我们可以怎么帮助别人，自己遇到的时候又该怎么办，然后也让他们体验这个广播的这个部分，因为很多人可能很少这个机会可以来做体验，所以他们都还蛮兴奋，然后蛮期待，很希望可以听到自己的声音露出。俊义慈善基金会董事长李明威表示，为提升社区民众零暴力、零容忍的防暴意识，基金会从今年4月成立防暴播音站单元，期盼社会大众共同关心家庭暴力防治议题，透过广播传播的力量，让每个人都能免于家庭暴力的威胁，确保儿少都能在安全安心的环境中成长发展。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数理王国甲款雅集团合作，伫桃园机场全球首发，将伫机场的贵宾室提供 AI 虚拟人客户服务。日前发表会，桃园市长张善政特别出席做会见证，机场全新的智慧服务，现场嘛用 AI 技术重现邓丽君的形影，佮献唱一段甜蜜蜜。即马咱就对着镜头做回来看麦。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还在春风里，还在春风里。AI 虚拟人技术重现邓丽君的身影，并在现场为大家献唱一段经典的《甜蜜蜜》，引起众人惊叹。数字王国跟环亚集团合作，在桃园机场全球首发，将在机场贵宾室提供 AI 虚拟人服务，及时为旅客解决问题，要重塑旅客体验。环亚集团创办人宋海熙表示，将会持续精进，结合新科技技术，为旅客带来更舒适愉快的服务体验。每年我们服务最少超过2000万的客户，当然我们每天呢，我们的所有团队都天天去寻找有新的服务，为我们的客户来贡献最新，希望我们给他们的欢喜、开心和舒适在机场，所以我找了。谢先生跟我说，我们就把那个数字的人工前台放在我们的那个贵宾室里面。其实我是想打算把这个呢铺外成整个世界。桃园市长张善政也特别出席，一起见证 AI 虚拟人的亮相，表示桃园很荣幸能成为全球首发站点，也期许未来桃园能成为人工智慧应用的先驱，将人工智慧技术推广应用在更多领域。那么今天这个技术能够结合在这个贵宾室服务，而且最重要的是挑选在桃园首发，这个从桃园市或桃园机场来讲，这是非常兴奋的事情。桃园是目前全世界最大的人工智慧伺服器的生产基地，也是全台湾各县市里面最大的资料中心的这个聚集地。我们需要再往下走一些更细致、更软性的服务。今天这个启动代表的是桃园希望能够
能够成为这个人工智慧实验服务的一个新基地。数字王国有着最先端的智慧虚拟特效技术，30多年来参与制作了数百部电影、剧集跟游戏影像，以及沉浸式体验。数字王国执行长表示，未来将会进一步跟艺人签约，让身为国门的机场有在地艺人的虚拟人为民众服务。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 Plaza Premium Lounge 跟机场以后要 launch 这个虚拟人的时候，有一个很关键的事情是什么？因为机场它代表的是一个地方的国门。如果我们在机场可以想到当地最有名的一个 celebrity， 最有名的一个明星来当一个当地机场的代言的话，那在未来的这Plaza Premium Lounge 250个机场都可以有不同的明星来做代言。那当初想到这个概念，我们就觉得很好，所以我们也开始跟几个明星已经接洽了。所以希望下次我们再给大家亮相的时候，就是当地很有名的明星在为大家服务。桃园国际机场也看好 AI 虚拟人发展潜力，并且大力支持。桃机董事长杨维福表示 ，AI 虚拟人客服让机场更智慧化，再加上刚启用的新世代自动查验通关系统，以及去年底完成的自助行李托运服务，这些智慧服务都将逐渐提升机场体验，让旅客出入更便捷。记者赖伟一桃园报道。感谢你收看8月20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碧纯，咱再会。